好，终身免费吃饭，一辈子都可以吃你做的饭。一辈子。耶！爸爸。出去！你这个妖怪，滚出我的肉体！滚出去！你这个妖怪，你给我出去！给我出去！我实话告诉你，你是你，我也是你，别练什么神功了，白费劲。你，来按求见拓跋将军。将军，还未有皇上和柳儿的下落，已加大搜索范围。好。另外，太后娘娘那边也按照您的吩咐，押入了天牢。妙芝，妙芝怎么样了？把妙芝怎么样了？将军，别过来！我练功反噬，需要休息，退下。退下！是的。你这妖怪，把我的妙芝怎么样了？想要你的妙芝平安无事的话，你最好老实一点，否则我……别打我的脸！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冉冉拜见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您受苦了。